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日复习内里嘅节目。哎，你好，大摆讲画图吼，你画图嘅日本人饲到吼当有奇迹，去看图咧，咪饲到当有奇迹。其实咧，甲按倒界嘅你讲图吼，画图用下不人讲，其实你讲到画派，佢要当倒界画派，像係形象画派啦，然后係讲像係抽象画派啦。不过唔啲你嘅乡亲朋友吼，係讲你对解。看画啦，画图有一些研究的人，你有听过像你讲眼镜蛇画派，讲含义咧是庞贵沙画派。你喺嘛个画派咧，个作品有很容易个作品咧，根本咧你当本地绕墙头，你客家咧，你我知道吼，就在讲系非常有新潮嘅艺术家，介是你个讲龙凤讲欣赏，你分享你讲欣赏。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喺港龍房，個先今日有機會來參加一個福氣來嘅節目，來同大家打嘴鼓。分享你嘅講欣賞吼，你嘅講欣賞哦，哇，實在係我看到幾時，我有一些學到，為什麼呢？容易講你嘛欣賞，因為吼。我覺得你看起來實在係動後生的嘛，而且因為我看信上這一次有一本信樹油畫集也擺改你講個展哈，然後我是看到老師在裡面的一個就在講從誰開始對畫圖有興趣，狗唱改這個經歷，結果我一看我就想說哇，這個老師年紀哈，這個也是。這個圖片裡面有點不吻合哈，這個本人可能都挺後生的，太年輕了。我在想，可能係受到你畫圖改熏陶哈，特別有藝術氣質哈。不過今天真是東方人非常欣賞來到節目地圖，然後大家來打嘴鼓哈。先來簡單，讓鄉親朋友來講一下，大家講到你講龐貴沙。學係麼咧？是係講按到你還有一種嘅講法按到盤絲蟲，因為番子蔥，番子蔥，你看兩種嘅講法無相同吼，大家是咪覺得哎呦，什麼畫派，乜嘅畫派會按到係你講盤絲蟲係麼是你講龐貴沙，因為這聽起來有一些攻擊性嘅。這個畫派聽起來有點攻擊性，因為你講到兩沙都是有嗎？有點攻擊性。老師簡單講起來，你覺得這個畫派幾位來形容本你嘅鄉親朋友來大概是怎麼樣的畫派？哦，係咁嘅啦。唔好查，講起龐貴沙畫派，一般人談嗰度都嚇一嚇。對啊。因為龐貴沙係一個厲害嘅那個沙哥哈。係呢，一個畫派呢係歐洲第四次世界大戰以後，這個1949年左右哈，整個歐洲所興起的一個新的畫派。當時有個荷蘭的畫家啦，從個比利時的畫家，從丹麥畫家，他們認為講當時嘅畫風呢，唔係講太過流行嘅一個形式，應該畫自家嘅本人那個性格啊，比較主觀性的表現。所以他們就集合起來。就產生一個畫派，他們來自於，在像那個丹麥的，像哥本哈根啦，英文就是 CO 嘛，布魯塞爾就比利時的，就是 BR，阿姆斯特丹就是荷蘭的首都嘛，就 A，所以把那 COBRA 加起來，都好，在英文法文來講，就係眼鏡沙，龐貴沙意思啦，對，但是實際來講，一個眼鏡沙畫派從嘅龐貴沙畫派，龐貴沙係冇乜嘅出家關係，係冇乜關係。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名字，是剛才信上。都好，係兩層係都龐貴沙。是信上該下講嘅3個首都的英文名字前面的字母合起來，然後變剛好是你講龐貴沙兩個英文單詞。其實簡單講起來是按樣嘅畫派，它其實非常有自家嘅你講。主觀的意識，改名改性格度地圖，就是很有自家嘅想法，就直接從這樣的話來表露，就是對，所以就是你大概咯，你哋公信上小改不能你講係龐貴沙畫派哈。不過老師剛才講到 N9哈，比利時哥本哈根哈，該你老師其實從台灣到後上改世界很年輕的時候開始就很喜歡畫畫嘛，老師就受了我們的這個你講藝術教育的熏陶，
可是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还是机缘，会让你想要到欧洲去学以后那种木匠沙、盘龟沙法嘞法牌？好，今年1972年加下去讀師大，到1974年畢業，畢業以後我去中學教書嘛，於是師範教育畢業以後就從事一個做形上啊，對，一個期間呢，我就因為講。我一喜歡歐洲的，不管他們的藝術氣息啦、風景啦各方面，我就一直很向往。過然後呢，去中學教書搞到感覺較冇乜嘅興趣，有一些無聊，係冇冇啦。比較無聊，然後你要在當時的美術教育的中學來講，那時候還是一個升學主義之下，一說很受重視啦，哈。啊，因為講喺我自己嚟。在尤其去了進修較重要，所以我就毅然決然都加下就將個中學美術教育嘅工作呢表態。係辭職還是？辭職咯，辭職。嗰陣時做得留，嗰陣時做得留職停薪嘛。哦，因為我出去唔係去觀光，我長期嘅時間。長期哈，冇法。對，所以我一定要將個工作嚟表態，重新去攞返完成個讀書完。哇，老師。你這個血液裡頭有一個很叛逆的這個因子在裡面。哎，你用咩樣講？因為該兩師老師你講是才會讀該兩師線上嘅研頭做得讀，學校會告訴。哎，你講簡單掉，它是一個衝擊感、流動穩固。哎，你講那時候台大讀很向往的一個工作，你可以毅然決然的就是表態，而且在那個年代，所以線上那時候其實內心的那個很澎湃哈，那個企圖心跟野心動強哎。對，剛剛還結婚呢，還有兩個生意呢。我係排射門，我線上係沒有結婚，我是不好，我係排射門。所以老師你那時候已經結婚了，而且有兩個小孩。老師，你一改年戲嗎？我自己去，因為我家下我太太係啲高中教書，因為做唔得天天我把工作表態。哦，表態做唔到，因為個兩個你都辭職咧，做唔得咯，對。對，唔好查家下嘅人嘅告狀，就佢講，江老師、江先生，你阿個生意還按寫，寫個咩嗬？讓這邊也聽聽，所以但是為了理想啦，我太太要一直是愛哈，講為了將來啊，講再更深一層的研究，所以我講也是一個很大嘅理想啦，對個藝術的理想。所以我講，師母去教嘛，開口呢？也師大物理那邊呀，去高中教物理啊。這個大家都想一下，物理老秘書感覺我們應該結下，事實上是很不簡單呢。是。對，因為物理，那個物理是好科學嘛，哈，好扣吼，好數學嘛，哈。而且你講常常學物理的人有沒有？其實對學物理感應沒有說，就是說學物理，其實我們是覺得它是比較科學一點點。可是學藝術的，我們都總覺得比較浪漫的。所以師母那個時候還可以這樣支持老師。是。然後他一個人一感應六度推翻土式感應大概聲音。沒差。哇，那時候爸爸媽媽有支持你嗎？支持你嗎？我家環境也沒好，但是我們搞有幾年書哈，家也有點錢，主要我太太較辛苦，你照顧生意，然後有點基本的支持，都可能我因為歐洲讀書也較便宜，所以成翻應該學費也較便宜，個我到歐洲去，香港係買一啲我自家作品，所以個馬馬虎虎，就個留學期間就按嚟捱過去。跟師母有去比利時請你了嗎？有一年為了用暑假來過來看我，過咗暑假，然後我用暑假期間，還要轉台灣看生意，看不卡呢。跟去比利時嘅時節，跟師母有同個生意突戲嘛？突戲啊冇，因為生意係寫啊，對，伊就要出多歐出來生活較麻煩，倒不如有時候用寒暑假之間轉台灣較方便。哇，今天其實主要的講到，你江老師共性上嘅藝術自如，我們講到這個
这个结婚过后还有一个 long distance 哈，你讲燃气理解，应该算是你咪讲系小别胜新婚哈，唐一类很浪漫的，其实一定很辛苦啦，欣赏熊一类一定很辛苦，大白喜都就浪天的时间又特别的冷，哇，这个时候尤其可是能够在你讲比利时聊在安龙蛮改提凤吼，真的觉得很棒，因为我又改欣赏去美喜都比利时以后哲学展吼，所以回来之后分享吼那边的这个尤其也该在国家改文艺改其他，然后哇，所以其实老师让小妹崇拜，哪里，所以其实讲到俩法牌，其实你讲客家人吼，大白讲到好八股都是很青根雨毒，所以信上该东西可以这个突破一切的枷锁哈，突破阿斗改包袱哈，毅然决然辞职去到比利时一途。老师几年？读该比9年？出3年。第7年还第个快发展展览对是所以老师读该便宜哈，一开始去一定冲击很大，读推班后改听说都冇用了哦，冇用，因为不管语言方面、生活方面、教育文化背景完全冇用。所以事实上许多改变俺多年下来也是受到了很多心灵那种心灵的洗涤哈。是，真紧哈，所以又。这个维持到这个改眼界，谁改都变得冇恐龙哎，听到不？很多都是新的东西嘛，冇看过所以好新的东西多。可是对于性上许多改变后，你讲盘龟沙法牌嘛，就因为在那里受到了冲击，会不会更增加性上对这个画派，就是对于画的这个心境的表达有更强烈的感受？有。主要我觉得说这个正好我去对了一个地方，好得到了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人家给较重要，因为以前最喜欢一个野兽派表现法方面的东西啊，所以颜色很鲜艳，笔法很粗犷，个人性比较强的作品。到了比利时以后，俺一到一个冈博艺术学院，去噶，正好。一个告状，个诺尔赫欣赏啊，不管一朵的枝头，对，正好眼镜的花牌就是一个很主观，颜色很鲜艳，笔法很粗犷，自由活泼，各方面呢，正好青吃有青台长嘅，对啊，如鱼得水啊，运动啊，对俺起来更有信心，当用要较胎，唔好讲。像以前一样，冇出去冇看到不以后，我对自家作品有个犹豫不决，所以讲就更有信心的去发展自家作品。哇，你实在吼想唔到吼，读你个4本吼读你个性上按4本个外表带下吼，跟内心吼还有安用的灵魂吼，是非常崇尚自由啦吼台东啦。不过咧，乡亲朋友先聊下，你等下咧，就做咧你节目嘅现状。